哎，哥哥，安怎？什么是困过卖我不是过？碰过。我是讲报告。嘿，我的囡仔，咧耍电火条，这层沙电火条。我自细汉厝邻吼，就散食的。我爸爸袂晓趁钱。安尼无无这是安尼，哦，是安尼哦，安尼比如拢散去无？哇！那不过你是公司台记台主持人呢？所以我为零开始。这我知，无可能吧？我若知，我就对你说。今嘛我喙齿有白无？高国小台语全民连水会，就伫咧短短台语台 YouTube 频道播出哦，爱记得准时收看哦。